化，咱上人地分会啦，有啊说法这个当传的欢迎注意今年有时间咱玉山多隆庆的咱把咱参访注意感谢。谢谢。我有邀请哦，咱拢感谢听到头前来邀请哦，去的先爱讲哈，都大家邀请来，接着下来，来。咱各位如何县地平文字，我是宝港玉山我有家己去一个所在。伫咱东华乌山天灵圣地邀请咱注意内底有时间，甲来阮乌山爬山运动当日咱就是伫迄个乌山的顶悬遐请邀请咱注意内底有时间，甲来遐甲恁讨教，谢谢。乌山好所在，唔通袂记，运动时间一吹吹，来，就咱是不是？谢谢主持人。注意这年大家高大，台湾的先将花蝶，咱有那是属于宝港玉山我还是伫台南市还佫一位叫做关帝圣堂伫迄安平路遐，即摆目前嘛是咧修建。有哪有来咱这义和圣堂遮参观几落摆理了实在真好势咱一个道场就是属于咱家己的厝有迄个感觉，迄个温馨就会走出来。咱这个道的气势就是真充满安尼咱有咱宝港玉山，欢迎各位青年大德来遐佚佗，请多多指教，感谢。谢谢谢谢，来接着下来。我哋在天川，我哋是宝港玉山，我哋所以欢迎这里社区，有机会在玉山这场，在环境这场参观看看来，咱互大家见面一下，因为咱今仔年底就互大家呢，咱头前的委员这么辛苦在推动各位会员在参与，互大家熟悉，无拢坐大家大都唔知影好。大家晚安，午安，午安。宝玉山宝港我就是这个天地分会天地分会，咱是建着世间文化迄个文化大啦，希望注意大家若是有时间就是咱迄个开会落来咱就麻烦谢谢。华是因为